双十台顶闹热起鼓，今年有邀请台湾各地头的赛阵，各组表演拢真精彩，呈现台湾族群代表性的六赛技艺。学者林木贤表示，赛阵定定是结合武术，嘛是呈现英国守护家乡的精神。演变高大，除了艺术性，嘛有族群和平做阵、安定四方意义。双十台顶闹热起鼓，今年8大团体同齐组成赛阵表演，其中台南本演寮调形宫金赛阵和云林北港老土山艺阵，拢是订立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团体。台南调形宫金赛阵有100多年的历史，为着双十特别出动有80多年历史的开基赛组和第2代、第3代赛组做伙来演出，让大家看宋江山的棍法脚步。当即阵就是我所讲的，这写习作的吼，写做的，无前头已经差不多80当左右。迄个郑秋静即阵吼是阮2代赛组，即阵是3代赛组，这第3代的梁王武帝特别率领我们赛组今天一起来参与这个盛会。另外，也有传承1架子的北港老土赛的白鹤赛阵，艺阵所举的就是传统的台湾赛，表演的时会有白鹤引导赛是目前云林保留上完整的赛阵。艺术黄浩明嘛，因为传承白鹤赛的制作技术，和云林县定着做文化资产技术保存者。伊的角色是来带咱的赛鬼甲咱的赛头进入一个表演的迄种演出的迄个道路，等于就是讲2只白鹤一公一母，伫咱头前赛阵的头前做一个引导。今年以赛阵护台湾的主题，呈现台湾多元族群的艺阵。研究传统民俗和艺术的学者林木贤也讲，赛阵定定结合武术，其实也是呈现英国守护家乡的精神。每一个庄头呢，伊爱有家己的赛阵，佮爱练武。若拄到冤家相拍的时阵呢，出动变做是咱的这个部队。今仔日呢，咱伫遮表演。变做一款艺术，就是要来甲上好的这个人赛技艺呢，呈现到所有的民众。过去台湾历史上，因为无共族群对立冲突，发展出各种赛阵武阵，演变到今才有多元精彩的艺阵。来自台湾各地的赛阵，除了庆祝双十、安定民心，嘛毋望国泰民安。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